长期咧推动打击音乐嘅一个含艺术教育嘅朱宗庆打击乐团，逐年秀热拢会办囡仔音乐会。今年是第35年啊，特别以木琴啊个太空做主题，鼓励囡仔伫音乐世界勇敢走出，别放弃追求家己嘅梦想。响亮的木琴声，音阶层次足分明的，结合各种打击演奏，又有高知的陶艺仔囝，要带大家进入魔幻的星球世界。生活的音色五彩缤纷，生活的音色五彩缤纷。长期在咧推动打击乐加艺术素养的朱宗庆打击乐团，今年第35年办囡仔音乐会，锁定3岁至10岁小朋友，以太空做主题，要带大家在咧 melody 内底勇敢探险。100分钟伊无可能坐掉呀，所以有听音乐1/3，另外1/3呢，用讲故事方式还了解音乐，了解一个故事。负责担任这届编曲、主题曲，也有带动曲的东大，捌到过比利时国际木琴大赛首奖。今年才30岁高汉间，伊希望分享伊伫咧学木琴的音乐路，鼓励囡仔着爱坚持，莫放弃，也传达音乐的4大要素：节奏、和声、旋律加音色。把这些艰深的自然化放进就是这次的主题里面，就譬如说旋律的话，可能是 melody， 那我们就叫中文叫做美乐蒂，就是会让小朋友就是好像无形之间就可以了解了这些音乐的概念。甲造成音乐的4大要素，比如做团体生活的多元甲五彩，朱宗庆乐团甲囡仔兄囡仔姐一年一届的热天约会，新奇美幻独一无二。记者阿敏珍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